先期有无喜欢我小微片我有遐滴啊，那有呢就分享个视频去哦。有个遐滴你听人讲一故事是种植个咧，有个遐滴节目哦，当然咩小微片。然後呢，其實是雜嘅有呢，佢都忙咗即係講咯。一個遐啲呢，唔知十八而一杯回來啦，啲冇老婆嘅日本人嘅，一集嘅一集啲冇啊談嘅戀愛嘅嗬。當時談到最後就是個生錢啊，或者是個佢生氣啊，等面每就都有嘅喜歡嗰樣嘢呢。啲冇啊家個表白，啊男比較做背嗰樣難嘅，啲冇啊家嘅呢嘅佢交流那冇夠你平時揾啊嗬，一個戲嘅啊教依誒啥都配啊做招都啊啦，一個呢啲啊小就個有冇啲巴啦嗬，啲冇呢一等面啦，那是有嘅壞之關係咩咧？一個識比較淡，就聊呢啲學社會片就嗰啲誒叫超師傅那佢教嗬，然後我亦差不多嘅。我認呢啲出軌呢要佢東南亞幣，不是佢英南啊，佢老婆幣嗬，乜嘢就是東南亞啲界嘅，然後啲苦幣呢要呢，那是呢而到佢嚟調超師傅呢，只係調巴啦，因為佢嘢問針佢來激情中差不多嗬，學最書片呢能又冇經常啦，反正就是中巴6潮咧，仲就係激情啦，然後啲佢東南亞呢要，然後呢啲假就一計有冇佢撈，有咪計都差不多也是一條平台嘅吼，即都東南亞幣啲價嘅我嘅撈到，下個油呢就是冇平嘅，節目冇，而家東南亞幣真平，而價嗰個又冇平嘅啦，那是個平呢也不是好高錢平嘅，反正就是個度，你講啊，等夾平人難忘，到難忘嘅，跟住呢一個視頻呢是個拍攝啊，等各種角度嘅，也冇講要做在嘅一樣，你講也是重口味樣嘅視頻呢是個廚啊，也比較暖，有廚嘅。環境啊比較差，然後呢，拍張視頻啊比較模糊，角度又冇專業，因為咩啲對嚟處呢啲嘅視頻咯，差不多呢都了嘅星期做後日掉佢嘅超師傅啦，中景視頻啊則就中咗呢又不過啦，東嘅仲東，一個呢嘅星期做後啦好正義嘅，佢嘅嘢就比較直辣，那是呢嘅赤頁視頻咁慢咗呢。幾乎中咗就嘅匆忙，就是個每嘅嘅視頻啲接解嘅呢嘅，每內視頻都要接解內呢嘅，個對切嘅視頻一忙就要切嘅呢嘅，咩跟嘢你望咗緊都忙咗嗬，然後呢差不多嘅會做拗嘅嗱嗬。那是個而起嚟做拗一能通常仲只嚟呢講身體仲偷狂嗰樣，然後我認呢而起有啲笨貨而啲解脫事嘅，而啲我就是做咩鬼嗬，而啲個笨貨為啲可以認咩檢查呢意思你教你個弄啊，弄那話談戀愛都話冇使咗中意計咯。將牙都撕個多吧，嗰度條，一個人呢啲環保嘅意思個冇啊吧，冇可能談戀愛啊吧，而佢當成個圈得大啦，佢點樣弄啲冇記嘅，佢大會娘啊，那冇個談戀愛啦，是吧？那意思啲也冇跟佢變嘅正面啊，能夠注意人家身體啊，有樣做到種老個呢度電視視就把嗰度條，盡量控制嘅嗬，都識摸滑蛋呢度啲咁控制就用咗老個冇是輸嘅，然後啲陪一排有啲字啊嗱，陪排有啲字啊。差不多我計會在啦吧，計會在一忙就幾百一個人嘅跟佢佢教吧，一個人嘅總是識情定義我做拗，識情呢一年變到一忙就跟做緊每到開車起嚟啦，超呢啲啊bằng好做贏，那是你身體啲好食啦，啲正正一個人做緊嗰樣嗬，我贏呢啲佢做假啦，啲佢啲好成巴奇怪，每到視頻嗰啲變到忙就跟呢個一開頭爆發起。忙過最後呢啲夾，喂呢啲佢做 party 每度一個人啊，這個同樣啊，掛成掛貴啊，或者是個愛掛攞鏡頭用面啊，喂呢啲佢每一年啊咯，然後佢每一年啊就話我呢一年啊呢啲啊bằng一即係黐呢一件數啊，啲啊差啥幾條啊等咩啊，啲啊bằng一掛等咩個一個掛個就話呢一個成破啲佢數高位啦，一個成破高位一個。弄下吧，冇bằng到路咯，都成咗啲冇招依家雜病難嗰啲人冇招攞晒計能我而家病難都你吧冇bằng乜bằng到掛我嘅褲下嗰嘢條例哦，跟住一般人講完啊你冇當你望佢都啫得，你咁講等於咁樣提示冇咯，冇掛啲招吧，乜只係是佢嘅病幾度做橋在學吧等咪吧嗬，盡量冇食等咪計啦，又做出嗰啲要等咪是佢嘅病嘅，一個病呢要對存
開腳呀，不是了來就掉都成咗，即係咧能播到路啊股就播路啊股然後，喂你即假嘅病都做開腳，那是假嘅病都做開腳，哪是無效型，哪是內型嘅內型你冇做咩忙，喂對啥型呢啲有幾數忙個啦，忙個咩咧？忙到一杯嘢就要驚。明星呢，啲佢數病就惡少啦，即佢數病惡嘅啦，冇緊住再好要跟佢調錢啦哦。你嗱拖你係一面啊，嗰個咁久樣而啲等下啲假啲車啦，但是後面又唔做咁啲講啦嗬。然後冇見過話股，你見過差不多就是八個月左右，而同個小巴嘅這個一個對一個數戶個開一個數然後那部電視機都不來種雜講，都不來嗬。我呢啲對個數戶一個數戶你比較會咁開錢，你差不多就是開多少計錢同得搞。我呢啲講嘅朋友這個介紹個數戶呢，我啲苦個數戶這數戶也好去錢都，那是30出戶都，然後數戶一얻到已經個不是最近用我小電影嚟一啲啊，那種我攞個不是書吧，咩個對娘嘛，等於話嗬，一個人你而家開頭就是一啲咁嘅書戶過不來，或者也冇講啲咩不來，喂你那書這個反正綁路計開個等咩路庫下俾你要佢能落鏡頭就嚟啦，而貴就驚你這是個能拍電影我就เอา當下啲界嚟刷過來引起比較當中極多嘅水平咗，路慢慢能慢慢晃慢慢都嚟情況下。能咪呢？人哋勁就錢是有人嘅，喂呢？人哋下尾嘅啲開咗有菜店啊，等到這個仲會咗，然後啲價嘅所白嘅超，橋大出個雕嘅改咗，都咪做通班啦嗬，喂價ทั้ง貴女都已成咗，練嚟練去出齊貴女啊，練嚟練去，練差不多就是練二杯貴女，然後練貴女最後啲高咗隻價，然後數啲經過都對啦，喺數bằng到計開個啦，調理個幾身體嘅，在佢運動嘅嘢，冇使聽書片嘅在啦，就係不咧用住經過嗱，為係啲經過，18經過咯。國話字咧，一啲疏忽啊，或者企路等面啊，也好顯啊，那是能疏忽啲個我啲話字把綁到計企嘅疏忽，嗰種小本人對呢啦，一個咪對白也會用，企嘅雖然薄嗰啲啦，隨意，我在中華嘅中華，為呢啲啊正嘅貴賓人薄嘅人然後能夠隨意都不可能企喺水那麼，為了正貴賓人薄嘅人為對處呢秘書啲也冇個，把好假嘅吧，嗰度條吧，出個理由或者咩正人大眾講過，嗰度條不是見落鏡頭咯，但係都喺南啊，ทั้ง朝上面作一擺，ทั้ง落股能八載嘅吧，落到股都成咗噶啦，都啲冇就係中視嘅吧。所以講你出嚟冇講佢大你要聽能老能過，正人大嘅送獎啊，ทั้ง咩啊都成咗或者平啲味道嗬，用咗你能都冇攞到鏡頭嘅咯。而家視頻呢就半成了啦，我見識鬼故事會佢調教嘅吧哈，拜拜。